这是哪儿啊？私密住所，这是他妈妈在他8岁的时候送他的生日礼物。其实我们都看见了，不是你推他的，是他自己下去的。如果你们都看见了，可以帮我作证吗？我？你还会相信我乔晋凡？你根本就不是来雪的对手。我就是想看看明天那个假记者会做什么样的故事来配今天的图片呢？明天我们就是全城最牛的狗男女了。来，东西怎么样？明天有什么打算？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儿。我不是问你为什么会来这儿，我问你有什么打算，要怎么报仇？报什么仇啊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？就因为我早知道，那个来学想抢你的未婚夫，因为我早就知道你的未婚夫早就背叛了你，因为在法国的时候我早就想告诉你，但是你没听进去，因为我觉得内疚，因为我觉得内疚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。你满意了吗？来雪，来雪是你妹妹，是个野种。所以你在法国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，那个凤仪是来雪的妈妈，她不是林天的妈妈。你既然早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啊？这事儿我也有责任。我们也没想到来雪用这么厉害的手段。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帮我作证啊？你们帮我跟林天说啊，解释清楚，就说你在法国知道的事情，行不行啊？你的林天他不会听你的。为什么？当一个男人在那么多人面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就是代表他想跟你彻底的分手，明白吗？不会的，林天他不是这种人。我求你了，乔金帆，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解释清楚？你给他打一个电话，就说我没有推来雪，还说那个照片是你弄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乔金帆，行不行啊？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啊，谢谢。喂，哪位？莫凌天吗？是我，请问您是？乔金帆，是你的未婚妻夏婉晴让我给你打电话，想让我跟你解释的。哦，对了，我是用我的人格担保。我跟你的未婚妻只是朋友的关系，那个照片是我的恶作剧，是我恶搞的，明白吗？乔金帆，你还有什么人格可以做担保？你倒不如说跟婉晴的合照是电脑合成的，这样我跟婉晴的过往也就是一场虚拟。林天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，而且我也没有推来雪下楼，这里有人证，他们都可以帮我作证的。又是乔金帆，如果来雪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跟他说，我女儿是有身孕的，她真歹毒，把一个孕妇推下楼梯。如果我女儿有个3长2短，我绝不轻饶了她。你们这对狗男女不得好死！来雪怀孕了。医生，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病人进行了人工流产手术，他的腿也受伤了，我们给他做了相应的手术，非常成功。目前他的身体很虚弱，还需要住院观察2天。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开心了？满意了吧？不会的，刚刚林天这样，只是因为他没听清楚，他肯定是因为现在很累，
他不了解真相。来雪现在又受伤了，他心里很乱，所以他才这样说的。他不是因为生气而不听你解释，他是不想听你解释。他不是因为心乱而不相信你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相信你。他不爱你了，他爱的是来雪。他巴不得你我是真的，巴不得马上跟你说分手，巴不得马上跟那个女的双宿双飞。那对狗男女早就有染了，还用流产来陷害你？你还难过个屁呀！啊！啊？你帮我看着他。哦。是我对不起来雪。你不用太自责，这种事谁都不想发生。不过，你是别人的未婚夫，而来雪怀了你的孩子，要是这件事传出去的话，那对来雪的声誉就不好了。伯父，请您放心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我都会把事情扛在自己身上，保护您和来雪的名声。一个男人能用自己的声誉来承担自己的错误，我相信你是真的爱来雪。不过这件事情，你得罪了夏家，你以往的努力就等于前功尽弃了。我相信我自己的实力，任何事情我都可以从头再来。只要您把来雪托付给我，我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如果当年我能像你一样的话，那来雪母女俩就不会搞到现在这个样子。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事情会难住伯父。你面对的只是个人的成败，而我扛起的是整个家族的声誉。到了，谢谢你替我解围。不客气。这是英雄救美的下册，上册一般都留给裘金帆用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谢创，是金帆的好朋友。如果夏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直接打给我。夏小姐，其实乔金帆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，他只是做他自己感兴趣的事儿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、什么手段，明天的报纸，我不想看到任何有关夏家的消息，否则这公关你就别干了。好，那谢谢了，拜托了。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没有啊，我把他的那些老同学和老朋友全都找遍了，都没有找到。这样吧，我再出去找一下。哎呀，你去哪里找啊？他要是不回来，你又去哪里找他？真是的。那还是要去找啊。他要是想不开的话，会做傻事的。那就更没法找了。找他什么？找他的尸体啊！他死了倒好了，咱们家的丑事也就消停了。好了，别吵了。
乔金帆把婉清给带出去了，可能两个人去商量对策了。爸，婉清跟金帆不可能有什么事的，我相信她是清白的。哎呀，婉清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急死我们了！你，妈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我会打他吗？啊？今天一晚上，你把我和你爸的脸都丢尽了。你说你到哪儿去了？出去透透气。你出去透透气，你那个烂摊子让我们来收拾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要死你就好好死，也别拖着我们大家跟你一块儿死。我真的没有推他，是那个来雪他陷害我。你看你还这么说，大家说是你推的，就是你推的。这下好了，乔金帆恨死我们了，要不然他不会让人打你哥哥的。你还有什么脸回来呀？好了，累不累啊？能不能休息一下？婉清，莫凌天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那女人也不是什么好货。可再怎么说，你也不应该把人家推下楼梯啊！我真的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假装掉下去的。你还在强词夺理呀？人家都看到了是你推的，你还要说你没推呀？你好了，别吵了。婉清是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以刚才那样的情况，谁都会那样做的。哥，连你都不相信我。婉清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我解释不了，你们都说是我推的，但是关于乔家的新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查清楚到底是谁爆的料，我一定会还自己一个清白。你什么清白啊？万一人家摔个脑震荡，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可以告你个误伤罪，你知道吗？那就让他去告吧。哎，你说怎么办？打个电话问问那个来雪送哪家医院了。好。我早就说了吧，那个莫凌天他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我的话灵验了吧？他就是个白眼狼，怎么好好的事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倒不这么认为。将心比心啊，我问你，如果换了是你，你愿意惹上这种有辱声名的官匪吗？不会吧？今天晚上大家都看到了，婉晴是被乔金帆给拖走的。也不管那个艳照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大家现在都认为他们两个是一对。哼，丢了个莫凌天，去捡回一个乔金帆，这生意没亏啊。乔金帆这败家子，才是乔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他才是乔家唯一的生死关键哦。婉晴，开门。婉晴，婉晴，开门呐！哥，婉晴，哥是不是吵醒你了？我没睡。你别担心，爸爸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的。婉晴啊，对不起，都是哥哥不好。其实那天凌天无故失踪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和来雪在一起。而且后来在凌天房间发现了来雪的耳环，我应该一早就告诉你的，是我害了你，我应该早揭穿他的，都是哥哥不好，对不起啊。